主席郑丽文带团去访问中国，车站要举办第10回，伊强调这抓是要证明两岸和平无遐困难。高雄轮饼教的食安问题，有157个人送病院，12个验到3轮是拐困，医师提醒，若准严重，恐惊会引起败血症。天然气大起价，台电希望卖了电厂2台机组会当停放，本人管了张丽珊有同意，环保局表示停放就要符合规范。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7日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莹。政治界的大消息，赶紧来关心的是，这国民党的主席郑丽文今仔日是带团去访问中国，伊的行程是包括着上海、南京甲北京，而且是按算伫咧初10的时阵，要伫咧北京来举办第10回，这是台湾人10党，这国共两党搁再会谈。那郑丽文呢，伊是伫咧出发进前有举办一场记者会，伊强调这抓是要向国际来证明，向民进党来证明讲。这两岸的和平其实无遐困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初7出发去中国，展开6港5暝的访问中国行程。伫要出发进前，伊也伫咧国民党中央召开记者会，希望透过这届交流，换来台海和平。在台湾，我们不只要照顾保护2300万台湾人民，我们更有责任维护区域的和平。所以。我们一定要让台海没事，那么世界都没事。郑丽文对松山机场出发，会飞去上海，由国台办主任宋德接机。初8暗算去南京中山陵祭拜，初9飞去北京，预告第10回会伫初10举行。记者会当中，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也向总统赖清德发话，希望哪里也会当和解。佮讲若是无赖地会，真歹有赖10回，希望对中国回来了后，会当和总统赖清德见面。之前因为有媒体想要请问说，是不是希望能够有赖习会？那我也在这里再次的跟大家说明，没有赖政会，大概很难有赖习会啊。所以我真的很期待。我们都在台北见上一面，真的有这么的困难吗？出发进前，国民党也公布随行的名单，国民党3位副主席拢有对去，还有全国安会秘书长苏起。郑丽文强调，这抓是要向国际证明，向民进党证明两岸的和平无遮困难。记者陈亚轩、林旭凯台北报道。好，来看这届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去拜访中国，一寡党派呢，今仔日也去到松山机场来表达意见，强调这郑丽文甲国民党其实是无法度来代表全部的台湾的。也若支持访问中国这新党呢，因是认为讲，因为这民进党执政甲中国是较无交叉，期待呢，会当透过第10回来达成两岸和平。郑丽文不代表台湾，国民党不代表台湾。一边是基进党兵团体在抗议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要去拜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另外一边是新党甲支持者听郑丽文出访。现况就是人民不要打仗，对不对？对。现况就是人民不想跪舔美国，对不对？初7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要对松山机场坐飞联机出发去中国，行程拍算到10日。反对郑丽文出访的基进党指出，面对中国军事威胁，国民党利用国会多数阻挡军国甲国防预算减弱台湾的防卫能力。基进党呼吁郑丽文袂当出卖国家，嘛无权利代表台湾甲中国签署任何协议。有90%以上的民意拒绝被中国统治，所以请中国国民党郑丽文主席谨守民主社会的政治人物对于民意的基本尊重。第3。不得签署任何协议，没有获得授权而与中国签订任何涉及公权力或是危害国家安全的协议，基本上是属于刑事犯罪。若支持郑丽文去中国拜访的新党是认为，在民进党执政期间，台湾甲中国欠缺沟通甲交流，因期待透过第10回达成两岸和平的目标。新党也发表声明，讲期待国共会当第3届合作，共同建立两岸新秩序，也有打造台海和台湾新时代。两岸需要沟通，两岸也需要有这个一定的管道来做互相的了解。各位，从蔡英文执政之后，怎么样的阻碍我们两岸的交流？先是从这个我们大陆的同胞不能来台，然后呢又说什么我们台湾民众不能组团到大陆去。
这届电视会离顶会国民党甲共产党领导人双方见面已经是过10年了。电视会有可能伫初10进行，对台海的关系会有甚物款的影响？外界也拢紧紧上。记者卢尚祖、郑俊佑台北报道。伫个清明连假传出来的这个高雄润饼糕的食安问题呢，目前是通报有157个人送病院，卫生局也来公布有12个人是去验到沙门氏杆菌，敢若就是对这鸡卵来的。卫生局这方面是表示讲，目前这检体呢拢要求咧化验，也已经去追查2箱。也若医师是提示讲，这款杆菌的发病是真凶，若准有严重走白，一定都爱去看医生，就惊会引起败血症，有性命的危险。伫咧润饼皮顶悬放高丽菜、豆干2皮，这鸭拢是润饼糕接用的食材。高雄正义市场疑似润饼糕食物中毒事件，因为摊商暗砍有使用肉丝甲卵，卫生局搁伫咧中街病件12位受害者检体验出沙门氏杆菌，现在凶手敢若是鸡卵。卫生局除了对摊商加重裁决144万，以上地检署侦办以外，嘛持续溯源追查当中。希望说能够把相关的这个菌种的来源溯源追查，能够查到底是哪一些的这个感染源。他是买什么鸡蛋？那个正义市场一般的白蛋而已。白蛋而已。现在没有货了哈。都卖完了。检调追查供回2箱，业者讲润饼摊商叫货是一般规人的白卵，因为这款卵无特别细过。胃肠科医师讲，卵壳可能会目着加细，顶悬都有可能会带沙门氏杆菌。若是卵煮无熟，还是料理的人手洗无清气，这款细菌对污染其他食材。通常感染到的人18点钟内就有症头，较严重的会引起败血症休克。细菌感染比较严重，甚至跑到血液中，引起腹泻、疼痛的症状比较严重。甚至开始已经有发烧、畏寒的现象，那还是要赶快去就医，因为那时候可能就要赶快去用比较强效抗生素去控制。食材的抽检，还有环境采检的部分，那这个我们依程序会在标准实验室透过我们的食品检验这一部分去进行相关的检验程序。那目前都在检验当中。细菌的来源到底是鸡卵，还是有其他环境因素？佫需要等待卫生局的化验结果。不日个摊商所卖润饼糕已经造成100外的人破病。高雄地检署认定已经牵涉到食安管理法的刑事责任，已经展开追查，确保民众的食食安全。记者郭家祖、赵阳高雄场报道。再来看，伫个新竹城隍庙这附近呢，有一对男女朋友要通过路口的时，去互一台车甲弄着。这查甫的呢是规个人马去咧引领挂顶头，也那查某的嘛滑倒。警方针对这个肇事的60岁的驾驶，讲上当要甲罚3万元，而且要甲扣驾照。也那在地人是指讲，其实这单呢人甲车拢真济，应该就爱设这过路人专用的交通号志。车来来去去，两个人行伫过路线，当咧通过路口的时，数一台车就亲像无看到同款，直接对两个人撞落去。代志发生伫清明连假期间，民众即期这个路口逐摆到假日，新竹城隍庙附近车辆游客拢多，那拢无行人专用交通号志。应该有这个。应该要怎么说？比较安全啊，车流量很大，就是很塞啊。我个人认为不需要，因为这边行人太多了，而且有的人不会去按。新竹市交通处指出，附近已经有设车红灯，未来加强宣导行人优先概念，也派人到现场了解，提出改善方案。针对驾驶无让过路人，警方讲上当会罚36000块，而且吊扣驾照1年到2年。市府会调阅事故相关资料，并至现场勘查，研议可能的改善方案，以提升该路口的行人安全性。此外，临近事故地点35公尺处已有一处的号志化路口，市府会宣导行人多加利用。呼吁车辆驾驶人驶进路口时应提高警觉，务必慢看停，以让行人了解并遵守交通法规。警方指出，民众驶车通过路口的时，一定要放慢速度，而且遵守过路人优先。车辆甲过路人要保持3公尺的安全距离，若无就是违规。呼吁民众注意，共同提升交通安全。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台南西港这清洁队的门口呢，最近又搁传出互人乌白蛋粪扫的代志，这当中甚至搁有动物的尸体。这人门卡口拢已经打公告，当时收粪扫是写甲安尼清清楚楚，毋过煞还阁是有人探认这休困日来乌白乱拼，互清洁人员是做2改工。台南市的环保局即马是回应讲，这翕到的车牌呢，看到底有几个，全部拢会开罚。
对电案画面来看，民众洗车来台南西港清洁队门口，手提大包小包的粪扫，看起来真正常。不过后一秒的动作，让人看起来硬气。特色门口的自动电门关咧，广告写甲清清楚楚，假期参国定假期无开放，民众煞当作无看到，直接甲粪扫往门内面弹。较含的是，一个弹完无偌久后一个对咧弹，这有样看样的行为，互清洁队门口一百领变做粪扫场。你已经来两抓哦。系啊，你少电的时阵我来，我就快等到关啊，迄个门，因为我走家己有锁锁的门，伊都等伫锁锁的门一定袂开。所以遮就这样透早来看就坐就对了。我会早来就一堆啊。一堆啊。你若看伊门关起来，你敢会牵的？袂啦，我袂。袂安尼啦，规矩。就是有人红变，结果拢。黑白迄种，你看这头这款乱弹的乱象，其实唔是头一届。清洁队就要警告民众，甚至家己画3画违规影像搭在门口，好个嘛是有寡人无公德心。在咧民众讲，清洁队正正考量上班的人时间，本来伫门口留一个棚，互人等粪扫，无想到方便互当作随便，有人唔配合规定，后来清洁队只好调整互人等粪扫的规定。这阵民众变更加害，趁假日来乱弹。根据监视器画面显示，4月5号傍晚6点多。有民众开车带垃圾包到场丢弃，以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环保局将从车牌找人依法告发，最高可罚款新台币6000元罚款。除了一般的粪扫，甚至通看到专用的动物尸体处理地，这嘛冲击到环境卫生。这回环保局无爱立马要用影像来激人，会以废弃物清理法开发，呼吁民众唔通为了一时的利便挑战公权力。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伫台南的站门溪口呢，前一阵仔是互人发现有一只来路不明的船只，初开始是怀疑讲这是去互海流甲抢来到遮的。那海巡署后调查呢，去查到是一个盗去这个中国米18吨的通缉犯，伊即马搁偷驶这只船啊转来，目前已经伫家人甲人撞到啊。台南站门溪口附近海岸顶日出现一只不明动力小艇，迄当时海巡署检判，亲像是海上漂流物。经过倒流调查了后，海巡署公布原来是一名潜逃中国18年的南国通缉犯，偷渡返来台湾。在4月4日于基隆地区查获这名非法入境的李姓犯嫌。根据调查，这名李姓嫌犯在18年前因为改造枪炮案，在通缉前搭机潜逃中国，全案在讯后已经依违反入出国及移民法移送台南地检署。海巡署说明，南部分署3月25日到4点外，伫站门溪口西方5点8个海里，侦测到一个可疑目标。半点钟了后，赶紧现场巡查，无看到任何人，不过无排除任何可能，遂启动烂济部署，也通报警方展开环济扩大搜索，搁公布保全证据，小艇无以废弃物处理。其他案件细节，徛伫侦查无公开，无方便对外公布。最近几年，调团中国就真数偷渡来台案件，其中以2004年中国查甫人吴宏勇驶快艇伫弄淡水河入境，上受到关注。想回去吗？我会回。你爱台湾吗？爱台湾。也毋过吴宏勇服刑期满，以上收容届满152日上限了后，因为受限两化情势无法度顺利遣送，以收容代替出婚伫台湾生活，也接受网络媒体专访讲偷渡的过程。搁较有一名为厦门收水偷渡到金门的中国姓杨梦清，伫收容代替出婚期间走去环岛抛出影片，拢引起争议。依法做成收容替代处分的中国偷渡犯约10多人，移民署均持续掌握他们的在台行为。当事人如在收容替代期间违反相关规定，移民署可依法以新事由再予收容。移民署表示，目前会当伫法定授权范围内对违规的中国偷渡客实施搁一摆收容。陆委会指出，后续会尽速依序修正移民法甲两岸条例，和警法人士收容法制一致，避免形成国安的空棚。记者综合报道。彰化丽水的湾集路呢，即马花期某是当咧大开，真侪游客拢专工走来到遮翕相。毋过，煞有民众呢是走去边仔的即个铁基路，严重影响到交通。警方是提示讲，即种行为呢已经算讲是违法，上当是会当罚到5万。列车到底要来啊！毋过铁基路4个位拢是人，手提手机相机拍拼翕，司机员只好减速，甚至几摆拢被逼停落来。另外，民众也翕到列车慢慢的挖进，过铁基路边有几个伫无法的游客，想要趁列车经过时翕水水的相片。虽然司机员一直是喇叭，但是唔离开，为免互人替因闹唱歌。
中华丽水这条飞机无步道，边仔就是台铁一节线，一到花季就吸引大批游客，今年回访大爆发。也毋过伫清明连假期间，人是直通通，发生未少的乱象。这个本来就是他们铁轨火车该走的地方，不是我们人应该要下去的。你拍，你可以在这边拍就很漂亮了啊。安全为重，拍照还是要严有为重。对，虽然花旗木很漂亮，但是生命更重要。当地村长也表示，虽然也争取设置栏杆，也毋过游客也是会位于偏高度的空棚弄入去。边仔虽然都是派出所，也毋过铁路属于铁路警察管辖。警员则会当加强管督。铁路警察表示，这款的行为会当以违反铁路法来规范，可处新台币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本分局以编排勤务，加强取缔违规行为。一台火车就像一台大型的连接车一样，一定有很多的死角，摄影者可能没有注意到列车的净空，可能会被火车的这个车体去扫到，或者是有的拿自拍神器可能会被火车的这个空间去打到。铁道团体表示，列车时线死角多，加上大东也要有一定的距离甲时间，一旦发生状况，司机员是真歹应变，建议要提悬见警率，民众也要加强自律。记者综合报道。即阵在中东的战争，互电力气成咧大起价。台电目前是希望讲，这大数未了的电厂呢，其中2台机组会当停放来化解危机。目前这婚姻馆长张立山是有同意，也毋过环保局是表示讲，还未收到申请。另外也强调，一定得要符合规范，才会当恢复运作，确保民众生活未受到影响。因应中东战争造成石油也有天然气供应的危机，台电最近找台塑公司来参详，希望未了电厂其中2台燃煤机组会当有条件配合停放，来确保供电的稳定。若对这件代志，婚姻馆长张立山初步同意，伫咧加强环保的关节之下，有条件配合停放3个月。目前这个环保局是还无收到申请的通知。目前我们并没有收到麦寮电厂的任何一个申请的部分。好，如果要运营的话，我们这边也会要求说，他要事先针对于他所排放的空气污染重新再做一个评估。好，那另外我们也会要求说，如果在空明不良期间，要降载20% 以上。婚姻馆环保局讲，未了电厂的1号甲3号机组，总共的发电量超过100万千瓦。原本甲台电台塑签的合约已经到期啊，毋过这2台机组拢还有操作许可，还有电业的执照，依法是会使继续放的。对这件代志，地方的环保团体希望政府会使以在地民众的生活环境大心来评估。毕竟还是会影响到地方的空气污染的相关问题。那在这个地方，其实我们审慎评估。觉得政府还要多加详细的来考量。在地环团讲，未了电厂的1号甲3号的机组，伫去年就已经关起来了，换发电天然气。毋过即马受到能源供应无确定性增加，需要政府搁定金来评估。若这件代志，咧婚姻馆的卫生局强调，即马能源设施若需要停放，嘛要符合环境影响甲健康风险等等的规范，才会使重新运作。记者综合报道。去年10月时，这台中是传出非洲猪瘟，即马台湾防疫做到今年昨总算是正式来恢复做非疫区。即马南部市场的业者是表示讲，这毋但是对咱外销的市场有帮助，嘛会当趁这个机会，互咱台湾猪仔价会当小可起外。也毋过，伫咧屏东这乌猪的业者呢，伫咧政策甲成本的压力之下，这产业要复展，也是有一寡挑战。总统赖清德伫面册宣布，台湾初六通过世界动物卫生组织认定，恢复为非洲猪瘟非疫区。消息出来，南部市场的业者拢真欢喜。猪农表示，去年10月因为台东爆发猪瘟，致使国际市场买卖猪肉意愿降低，即马成功除名，有机会佫拍开出口通路，互台湾猪肉继续外销国际市场，提升猪价。猪肉啊，都有把关啊，比较安全呐。对啊，客人比较放心呐。客人大部分都来我们固定的店买啦。原底有咧卖新加坡嘛，你即马伊卖本地猪肉，咱伊有法度我接受，低温伊无敢摕，看这条通路，看会当佫再恢复卖，品质够较好的话吼，成本就较悬，所以
咧外销的对象来当外销日本搁较好。但是业者讲，进前伫这禁台，国内搁有囤大量的进口猪肉，需要时间消化，猪价暂时救袂起来。以白米来讲，疫情进前拍卖价销1公斤大约100到110，即马剩70-80块，颠倒是乌猪价销较稳定。不过禁喷水的政策若无调整，愿意饲乌猪的人就会愈来愈少。因为乌猪伊无动物性蛋白，伊袂大，所以我是希望政府下当这下骹了。这个鱼啊，这个植物性残渣，互阮乌猪继续使用。农业部去年宣布全国饲猪禁用喷水，乌猪业者拢愿意配合，但是下骹了屏东县只开放到今年底，乌猪业者希望政府会当调整饲养的规定，协助农民降低成本，提升竞争力。记者柯明哲高雄屏东综合报道。来看火烧厝的意外，这是发生伫台中太平有一搭透天厝呢。今仔日点外的时阵传出火灾，迄当阵这厝内底拢总是有4个人，落尾拢有平安救出来。也毋过这当中有一个63岁妇人人，伊出来的时人已经被喘气，加在伫急救了后呢是有恢复心跳。也那这导火的原因，还阁需要调查厘清。高高的乌烟冲出来，一个查某囡仔伫个马南大喊救人，边仔厝边赶紧安搭消防嘛，紧到位。紧甲内底人救出来。63岁妇人人从救出来时阵已经无喘气，救护人员赶紧甲 CPR， 有甲救倒转来。过来甲一个41岁妇人人，也有12岁查某囡仔救出来，嘛救水线，赶紧拍火。一开始就有一个女生从隔壁爬出来了。消防员刚到的时候，妹妹就用邻居的梯子把她带下来。火势是从1楼再发现有火势，可是它的浓烟冒到2楼跟3楼之间，2楼、3楼只是烟熏。那到达的时候，我们从2楼阳台这部分自家阳台救出一名女性。这个火灾发生伫初7半暝点外，台中太平等于5街这个透天厝着火，民众讲。向阵有看到这个烟位1楼冲出来，高高的烟水就冲去到2、3楼，造成4个人掉伫咧内底。分别是41岁女子、63岁妈妈、61岁阿姨，也阁有女子12岁查囝。袂定情袂惊呢，伊敢食定情讲去看的啊。哦，但是伫楼顶底看救人安尼吼。伊落2楼，2楼遐有一个探安尼，我看伊。我精神带伊探伊啊！民众讲加在哦，迄当阵是发现了紧，赶紧通报人来救。这4个人拢干那着啊呛着，或者是着啊烧着伤，详细起火的原因，阁要进一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标了一个4岁查某囡仔呢，因为伊的妈妈上班真无闲，又搁拄到这清明连假，所以全家己呢有伫一间车行安尼度过6天。消息一个传出来了后，民意代表是批评这县政府动作伤慢，也那社会处即马已经赶紧甲安置，后手也会调查这个妈妈敢有疏失，也会甲这个囡仔斗找照顾主管。囡仔坐伫车顶，希望赶紧去到阿母。标了头婚一位4岁查某囡仔，对4月开始到留点一间车行，轮流甲无熟悉的大人生活。车行稳将甲面台真情，有人客委托送查某囡仔去幼稚园上下课，所以伫找借口无爱甲囡仔接转去。通报苗栗县府，要求赶紧启动保护安置，不应该甲责任撒互车行的稳将，毋过说一直拢无进展。今天如果女童在外面发生了什么意外跟不幸，你苗栗县政府担得起这个责任吗？所以请苗栗县政府应该要更积极的去来对这个儿少的权益去做重视。面对批评，阮将轮流照顾也有风险。那查某囡仔发生意外，公单位嘛是有责任。苗栗县社会处表示，经过了解，查某囡仔阿母是伫酒店上班，平常时拜托车行送查某囡仔上课。最近因为年假，其他的亲友无法度斗3天，这车行的朋友照顾，找到暗时已经紧急甲查某囡仔安置。我们有找到妈妈，妈妈有出面来跟我们沟通，但是我们认为妈妈她后续还是没有一个稳定的照顾计划，所以我们还是取得妈妈的同意之后，我们还是来做一个委托安置的方式。那目前安置在我们的寄养家庭，那后续呢，我们会持续在了解妈妈在照顾孩子上有没有相关的一个疏失的一个状况。苗栗县社会处强调，这个查某囡仔目前真健康。经过调查发现，这个老母并无稳定照顾的计划，得到同意已经把囡仔安置伫寄养家庭，后续会派社工探访，也理清阿母是毋是有照顾的疏失，未来会媒合资源协助照顾这个查某囡仔。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消息来看，这中东的战争，即马这巴基斯坦呢是跳出来做公亲，提出一个伊斯兰马巴德这个协议，也毋过煞互伊朗甲拒绝。另外，即马这美国总统 Trump 呢已经对伊朗来提出最后一届的警告，讲这美东时间拜二暗的8点，也就是咱台湾明仔载的这个8点呢，若准这伊朗阁毋答应，安尼就要甲因的发电厂甲桥全部拢甲绑互歹。Trump 伫个白宫记者会，互伊朗最后一届的警告，要求德黑兰必须爱承诺放弃核武，而且无条件停开荷姆兹海峡。Trump 威胁，若准伊朗伫个美东时间拜二暗8点进前无要忝头，安尼美军就展开毁灭性的空袭。伊伫个演说当中直接讲，所有的桥甲发电厂拢会伫个4点钟来乌有去，甚至提及未来要由美军伫个海峡收过路费。We have a plan because of the power of our military, where every bridge in Iran will be decimated by 12 o'clock tomorrow night, where every power plant in Iran will be out of business, burning, exploding, and never to be used again. I mean, complete demolition by 12 o'clock. 面对巴基斯坦为着讲和提出来伊斯兰马巴德协议，伊朗正式拒绝，批评这个提议是食人教教，而且脱离现实。德黑兰回应包括赔偿损失、停止战争在内的10点方案，坚持战争必须要永久结束。مذاکره به هیچ عنوان با التیماتوم، با جنایت، با تهدید به ارتکاب جنایت جنگ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证实，拜二已经启动大规模的空袭行动，而且经过拜二的攻势会阁较大，要互伊朗为着拒绝协议付出大代价。针对川普威胁攻击桥甲民用设施的言论，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大谴责，警告这是战争罪，而且明显违反国际法。也毋过川普讲毋免烦恼，也阁强调上帝支持美国的行动，也批评德国、日本甲南韩等盟友拢毋愿支援。It would constitute violations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I think whether something is a crime or not a crime would have to be decided by a court. But any attack on civilian infrastructure is a viol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a very clear one. 战争继续，伊朗高阶军官死亡，革命卫队情报机构负责人哈德米互人暗杀。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虽发表声明表达哀悼，强调暗杀无法度干扰因的决心，就抓要继续对美国以色列发动攻击。对着拜二最后期限已经到达时，伊朗革命卫队最高戒备，而且透过发言人呛声美国，表示每一项起事的行动拢会换来搁一届的报复。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译。另外来看，美军有一只 F-15E 的这个战斗机呢，互伊朗甲拍落来。这美国就随发动救援行动，落尾有成功甲飞官救回来。也毋过伫这抓这行动当中呢，竟然传出有了白啊，害这救援任务是充满着危机。总统 Trump 是真生气，讲这个报道的记者呢，若准毋交出消息来源，安尼一定要甲抓去关。美军一只 F-15E 的战机车衫伫伊朗境内，互人崩落，一个飞官有得救，另外一个吊伤掉伫敌营。美军随展开战斗搜救任务，动员数百个美军去救人。现场留落飞行机的碎片甲臭火搭的分裂。美国总统 Trump 开记者会，证实任务成功。And we're here today to celebrate the success of one of the largest, most complex, most harrowing combat searches. I guess you would call it a search and rescue mission.Ever attempted by the military. 美军除了爱先找到人，也阁必须闪过敌人的包围。迄当阵受伤的飞官掉伫个山区，煞要是一直爬悬，就是为着要传送定位的信号。美军为着保护伊，透过大规模欺骗的行动，落尾顺利甲人救出来。For that reason, in addition to the human and technical assets deployed by the president to find our airman, CIA executed a deception campaign to confuse the Iranians.who were desperately hunting for our airmen. 不过，这座任务成功的背后，却传出有了白啊。Trump 对媒体真不满，指控有记者伫搜救期间提早放出消息，互飞官甲数百个搜救人员处境真艰难。而且经过这个写报道的记者，若准拒绝交出消息来源，就送去坐家。They didn't know there was somebody missing until this leaker gave the information. So whoever it was, we think we'll be able to find it out because we're going to go to the media company that released it, and we're going to say, national security, give it up or go to jail.
为了确保国家安全，美军伫撤离进前，甲留伫现场的无人机甲装备拢放做碎片，防止机密技术互人知影。落尾以零伤亡结束任务。也毋过过程当中了白仔的争议，也互这场行动对军事胜利变作是国安甲媒体责任的讨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去年9月到今年1月这当中呢，伫南韩受民间的无人机撞入北韩骨拉抓，引起军事紧张。南韩总统李在明是有表达遗憾，也强调讲这毋是政府授权的。这起诉的人这款行为呢，有影是互区域的气氛愈来愈紧张。그리고 비록 우리 정부의 의도는 아니지만 일부의 무책임하고 무모한 행동으로 불필요한 군사적 긴장이 유발된 데 대해서 북측에 유감의 뜻을 표합니다. 经过南韩的调查呢，这涉嫌被无人机撞入北韩领空的人，包括着国家的情报人员，也阁有2个军官，另外阁有1个大学的研究生，而且阁有甲人的这重要的设备拢甲翕翕落来，目前已经移上司法来处理。北韩这方面是指控这是起无康的行为，面对着南韩的回应呢，因是有接受的，也那外界是认为讲这是气氛缓和的信号。另外来看，这阿富汗甲罗西亚的达吉斯坦共和国呢，最近是当咧做大水。伫阿富汗已经有121个人死亡，也那达吉斯坦即马嘛是因为这水库崩塌已经进入紧急状态，尚无受4个人死亡，10个人失踪，也阁有超过5000人脱离家园。对阿富汗西部海拉特省去到首都喀布尔的主要公路，已经互行人的土石流淹去，车是真歹势，一寡路段甚至出现规百个车拢条例的状况，爱靠火力啊冒险来救，附近的民众生活也大受影响。راهی 2 هفته میشه که بنده. مردم امور نداره که بره و خب بازار یک شی بخره. امروز شروع شد بره همون جگاه یک پنجشنبه بازار ما داشتیم که من پنجشنبه بازار شی بخو بخرم. 当地对3月下旬以来连续62天的大水雨，灾情已经牵连到全境34个省。大水甲山崩送长上千栋的厝，甲350公里长的车路淹去，造成至少121个人死亡。敢若过去的48点钟内，就26个人过身。那巴基斯坦的边境也有44个人不幸过身。当局警告，未来阁有更较强的大水雨，除了积极抢救，也呼吁民众唔通挖进溪水，阁有地势低的所在。镜头来到罗西亚南部的达吉斯坦共和国，当地同款对3月底开始出现极端的大水雨，真侪所在发生严重的大水甲土石流，日北已经进入紧急状态。初五今年滨州市的叫做如桥水坝崩爆，这严重的灾情会当讲是无比严重过，大水搁甲下骹的砖头甲田地拢淹去。伫首都马哈吉卡拉，阁有一栋大楼，伊的地基互大水冲歹去，规栋崩去。附近也出现真侪栋看起来要倒的大楼。达吉斯坦的首长梅里科夫亲身去遐视察，当局也伫暗调查，敢有行政的疏失。这届大水已经造成4个人死亡，10个人失踪。2000多栋厝受到损害，5000人封闭的脱离家园，超过327000人是拄到失电的状况。当局除了积极抢救，也警告有人要注意未来的雨量。公司新闻是会长彭益。阿提米斯2号的太空任务呢，目前是驶过月亮去看伊的后壁面。这4个太空人呢，离地球已经飞行406000多公里，比进前这阿波罗13号呢是搁加6000几公里出来，这是创新的纪录。这组太空人呢，因会有6点钟的时间，会当亲目睭来观察这月亮的表面。音乐声当中，阿提米斯1号的4位太空人准备开始第6天的航程。今仔日叫起床的声音真特别，已经过身的阿波罗13号的指挥官金洛维尼，伫要走的几个月进前，特别为4位太空人录信息，代表阿提米斯1号历史性飞行的重大意义。Hello, my name is Sue. This is Apollo astronaut Jim Lovell. Welcome to my old neighborhood. 阿提米斯1号伫4月7日进入关键的飞行，太空船要来射月球，这是过去人类还未到过的距离。4位太空人飞到离地面406775公里，已经打破阿波罗13号保持强美56年的纪录，来到太空飞行的新坎站。这段旅程会超过6点钟，太空人会当观察到完整的月球，包含地形、窟窿，也有两极附近的区域。这段旅程当中，太空人的考试记录会正做关键的资讯。Probably spent the most time describing into my recordings and thinking about and looking at the Terminator. There's just so much magic
in the Terminator, the islands of light, the valleys that would look like black holes. You'd fall straight to the center of the moon if you stepped in some of those. 太空人伫咧甲月球表面观测资讯传回来时，也建议除了家一座陨石坑，一个6号座的太空船，片名号做相信号；另外一座伫月球正面甲倒面交界所在的陨石坑，是建议以指挥官怀苏曼因为感情过身的，牵手伊的名来号名。We lost a loved one. Her name was Carol, the spouse of Reed, the mother of Katie and Ellie, and we would like to call it Carol. And you spell that C-A-R-R-O-L-L. 汉心后港田公园甲怀苏曼小览是这届任务当中罕见的真正美。太空船驶到月球倒面的时，因为月球走动产生大约40分钟的长时，这个时阵的状况，敢若会当挖靠太空人记录的观测资讯。驶完月球了后，太空人就要回来，安装伫车闸到地球。公司新闻张淑芬报道。1989年的今仔日，也就是4月初7，这郑南榕是为着争取言论自由，家己烧汽油安尼过身去。即马为着要纪念伊，这4月初7，正做是台湾的言论自由日。也那今仔日，这总统赖清德也去参加郑南榕过身37周年追思纪念会。无共的世代的人，拢会当真清楚了解，台湾会当经过黑暗的专制独裁年代，到今仔日民主自由开放，并不是独裁者的想事，是千千万万的民主运动的前辈牺牲奉献，以及全台湾人民共同勇敢争取的结果。这赖总统是讲，台湾即马当咧面对这中国的威胁，那真正要和平，就要靠咱的实力来保护家己，维护台湾遮尔侪当来拍拼的这个民主的体制。伊嘛还有讲，无论面对什么款的威胁，拢袂当惊翻头，因为这民主就是台湾唯一的活路。再来看这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呢，明仔载要针对18岁公民权来询答。真侪青年团体是指出讲，目前各界已经有10个学者来公开表态，认为讲这宪法130条是会当甲解说做20岁有选举权的上佳保障，有通透过这修法，甲这选举的年岁甲降低，呼吁朝野党团到底来支持。本来会登记推动18岁公民权的青年团体，伫2022年修宪复决，因为宪法设下正悬的制度限制失败了后，总算有新的转机啊！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初8的询答选罢法和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确定18岁公民权嘛包含在内。透过修法的方式，让18岁的青年可以实质的行使公民权利，是现况下更务实也更可行的方向。当刑法、民法、公投等法都以18岁为成年门槛，那投票年龄是否仍以20岁为成年规范？我们想这是政院必须要正视的部分。朝野立委支持18岁公民权，提出选罢法草案。不过内政部进前表示，直接修法是不是牵涉到违宪？搁咧内部评估。针对这案，青年司调发起人蔡景宏说明，经过青年律师甲法学研究者整理，公法学界已经有10位学者陆续公开表态，宪法解释上有空间，可能修法就好。宪法130条可以解释成最低保障，20岁要有选举权就好。宪法是有留下空间，可以透过修法调降选举年龄的。比如说李念祖老师，或者是当时没有出席，不过有持续表态，过去也认为应该要透过修法来完成的廖元豪老师。青年团体强调，立法院去年底3读通过《青年基本法》，确定18岁公民权，行政机关应该伫2天内完备相关的法律，代表上晚爱伫2028年总统大选进前完成相关的法制，尊重立法院审议的定时，来当伫选务的进度下提早完成，希望会当看到更较侪青年会当行使公民权。记者综合报道。针对这届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去访问中国，行政院长杜英泰是表示讲，咱台湾绝对袂接受投降倒好德的这个模式，认为讲任何甲中国有接触的人，拢应该爱受到监督。另外，面对着这李正秀的质询，杜英泰伫立法院长韩国瑜邀请了后，有爬上台顶，不过咧表示伊的立场的时，是干那看韩国瑜尔。投降的、不抵抗的、不作为的，这个是历史上最著名的北平模式。我不认为台湾现在
有任何的人可以接受这种躺平的模式。回应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带团访问中国，行政院长戴英泰讲，即马台湾无法度接受这款体服平的模式，认为讲甲中共接触的政党人士，拢应该受到监督。身为一个政党的代表人，或是具有实质政治影响力的人士，用公开的方式与中共接触，难免必须受到高强度的监督。那么如果未来或是这一次有任何不法行为明显的发生，是要灾后重建的方式来重建整套强而有力的法律规范，才能确保国家的安全。另外一方面，主家也有争议的民众党立委李金秀，头一摆伫咧议会登记分组质询，伊请做主席的韩国瑜请官员上台质询了后，戴英泰虽然有上台，毋过专程敢若看立法院长韩国瑜，嘛表达伊的立场，是基于对于院长主持大院议事秩序的尊重。站在对面的李珍秀女士，她并没有依法放弃中国的户籍跟国籍，这个责任是在中国政府。希望行政院长及各部会首长能够依据相关规定，尊重本院立法委员的质询权。韩国瑜中心立委的职权了后，化工休困，这互李金秀受淡薄仔工气，继续伫台顶咧等假，搁开始开会。拜托所有善良的台湾新家人，我们一起来阻止这个毁宪乱政的赖政府继续恶搞。李金秀搁一届对空气质询，讲甲捍卫中配参政权的时阵是规个人强要吼出来。若其他的7位民众党立委是专程伫台下举看板，顶悬写着捍卫中华民国法制。若李金秀因为最近一寡言行的争议，已经去互党内送去到中评会。党团的总调陈清良表示，会尊重中评会的裁决。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美国退役的海军少将蒙哥马利呢，是去参加这海上防卫论坛。伊有来指出讲，这台湾东西两边其实即马拢有中国的威胁，所以建议咱台湾应该着爱赶紧甲这无人的系统甲设备好势，甲美国、乌克兰斗阵合作来打造飞航供应链。台海情势紧张，美国退役的海军少将蒙哥马利来台湾，初次出席海上防卫无人趋势论坛，关心台海防卫。伊指出，台湾西方面对中国登陆，需要投入大量低成本的防守作战，也若当花面对中国南空中的威胁，是要挖靠精准的武器装备。不过两方若战争，蒙哥马利分析国军 F-16V 已经基军舰可能伫战术的初期就承受真大的损失，台湾伫发展无人的这区保战力。The first principle is in unmanned warfare. I spent a lot of time in Ukraine. I see this up front. The very first thing you need is a good situational awareness picture. You have to buy the unmanned vessels and manned vessels in some cases that give you a good situational awareness picture. 针对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乌克兰的无人机正挖靠中国的零件。蒙哥马利认为，台湾会当甲美国、乌克兰合作，这会打造飞航式的供应链。潜舰跟有人舰艇跟无人载具之间是互相搭配、互补的关系，并不是谁取代谁或有了谁就不需要谁的这种用法。因为我们最重要的国防策略是重城贺主。原来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带团去中国，引发关注。海委会主管关碧玲指出，中国军机侵略台湾，对2020年的380架次，增加到2025年5709架次，加超过10倍。另外，中国对2020年开始，即将发动7届大型的为台湾的军演。关碧玲表示，中国为台湾的目的是想要让台湾人倒伫台湾人啊拢卖起来。在他们的心目中，台湾就是被他们用军机、军舰、海警船跟公务船反围住的感觉。国安局最新的报告也警示，中国的组织乌影舰队，包含征用军装船、货船等等的民间船，参与福建、广东沿海的军事岛上训练，显示中国有动员大地渔船的能力，恐惊未来会侵略台海。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国家安全，来看汉光演习呢，4月11就要开始。新北、宜兰、高雄、屏东这4个县市呢，要分阶段来配合中央演练。因为这实兵的演练呢，是8月份要来举办。全台湾有11个县市要来配合城镇的这个轮成演习。嘉义县甲屏东县呢是头一届来调无人机演练运送物资。
警报声响起，登山车来去去，台北市街路时变得安静。相对轮船演习主要演练灾害抢救、严正民防，灾防体系执行能力今年更加会配合汉光演习。在今年4月份会配合汉光的兵推，会有中央联合应变中心的演练，有4个县市政府参与共同的一个演练。在这段期间内有6天的3阶段。汉光兵推4月11到20日进行。根据规划，新北基南高雄屏东4县市会伫13到14、16到17、20到21配合中央的联合应变中心演练，合区内1/4的关键基础设施拢会加入。汉光12号是兵操演8月登场，到时也会头一摆实施跨区协同演练，全台11县市的城镇轮成演习，为4月一路演练到8月。为了应应新形态的军事冲突，下头一摆伫嘉义县、屏东县严整无人机协助物资运送。在电脑兵推的时候做重复的话，其实军民双方可以做有效的结合。无人机运出来，它一定是运送小批的物资，好，比如说用大型的4轴的旋翼无人机去运送，譬如说救灾物资或者说医疗品。政府继续强化军民整合应变能力，也毋过强军一直有动作。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伫无任何说明之下发布飞航公告，为3月27到5月初6等40日物流包含上海以北甲以南的近海空域，包括黄海甲东海海峡等各边分析。中国可能是要反制4、5月这段期间，美日韩可能会进行的军演，呼吁国军爱注意强军动向。记者综合报道。天气的消息来看，在方面又过来啊！气象署是表示讲，今仔日呢，全台湾各地这天气是无介稳定，中部以北是有短暂阵雨，也是讲雷公雨，所以提醒民众出门一定都要注意。也那这几日这落雨呢，嘛互水库有1.51栋的这个水入来，其中这北部甲中部水库呢是上介明显的，也那南部是效果较有限。台湾北部民众一透早出门的时，就爱夹雨伞，也是穿雨衣，因为清明连假了后，开工第一天又搁有新的一波风面来报道。气象署表示，受到风面影响，初七各地天气无稳定，尤其中部以北有短暂阵雨，也是西北风，搁会有单雷公，也是强阵风等等的歹天气，民众出外爱特别注意安全。尤其中部以北的降雨是比较明显的，时间的降雨时间也是比较长。我们预计在北部地区可能会有局部性大雨出现啊，在中部地区也可能会有一些较大雨势发生。这几天连续落雨，嘛互全台水库欠水量增加不少。根据经济部水利署统计，对初2到初6早起为止，连假期间连续落雨已经为全台水库增加大约1.5千吨的水，其中北部甲中部水库增加上明显，不过南部的水库增加是有限。气象专家指出，这届的春雨对着水情帮助也是有限，若要解决可患，也是得要5万5、6月的梅雨季。对于南部水库，特别是曾文水库，它的这个挹注的成效不如中部的水库来得这么的明显。同样的，今天的这一波也有同样类似的结果。气象署表示，这波风面移动的速度紧，到拜3初8风面减弱，落雨就会转好。初9拜4起到13下礼拜1天气较稳定，各地拢是出日的好天气。不过日夜温差大，提醒民众爱注意天气的变化。记者综合报道。有不法的集团是甲人洗脑，叫人来转翕这台湾配的这付钱的条码，伫短短3分钟内呢，就随个人偷入这60万去。虽然讲这台湾配用户只要掠图，这影像就会变乌，也是讲变白。其他这支付工区呢是掠图了后会跳出这个轻视的标语。不过无论是倒一种这支付的工区，对这转翕其实目前拢无防制措施。出门免找现金，只要有手机啊，加行动支付开开，点付款码就会当买物件消费。科技真方便，也过也有一寡问题。过来有一位上班族互人骗去，加台湾配付款码翕起来交互对方，结果3分钟内被投入60万。你就不晓得你那个传出去之后，你给别人请别人帮你结账之后，他会出去干嘛？电子支付公司有没有做一些自然的把关？因为现在还是现金什么的还是比较不方便，所以大家还是会使用电子支付。实际去支付工具，台湾配转支付，为互用户处为面多，那处起来不是规片乌就是规片白。来配甲银行家己付款码，虽然有甲你提示，也过也是当出图。归港支付是无限制，不管多一种，用另外一支手机翕拢无法度防。诈骗集团已经知道说，他这样的一个安全机制会产生空白之下，他就会诱导被害人
用另外一支设备，可能用另外一支手机去做翻拍，大家就要去研究说，今天这个付款码如果这个显示出来，我们可能要设限在什么样的程度？缩短这个 QR code 有效时间是非常有效的，可以去这个防止这个翻拍时所产生的一些这个状况。那另外一个方式是，这个 QR code 本身也可以跟这个装置本身的一些指纹来做一定程度的这个比对。对道路的风险，治安专家建议调整付款码的时间限制，自即卖3-5分钟，改做用秒做单位来强化。不过相关机制也未有改变之前，简单的自保方式就是付款码收好，唔通互别人。无论是刺猬面图，或者是个翕起互别人，拢真危险。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有马来西亚游客呢是透过网络来到台湾包车咧观光，毋过煞指控去拄到这个恶质的司机。交通部观光署追查发现，这业者呢有可能是牵涉到非法营业，也毋过目前这相关的面册拢已经关起来，所以请旅客提供资料，互因去追查。入去到台湾爱玩客业者的面册已经规个关起来，另外亲像 IG 嘛拢已经关起来，因为伫咧3月有来台湾佚佗的马来西亚的旅客，需要透过网络指控因找台湾的爱玩客负责来台湾包车的观光，煞拄到正恶质的司机，互伊身心受创，引起讨论。这个是算旅行业的业务，像很多客人他们会去订房，也会碰到那个非法的旅宿，类似的道理。麻烦就是说，外国人要来台湾，他不知道说法规到底是怎样的限制，就很容易找到这样的情形。相像的状况是常常发生，过去嘛发生盲请违法伫咧社群平台卖奖业，普遍招旅行团去用罚钱。依照观光条例规定，敢若有执照的旅行业者会使招人客安排旅游各面甲交通，若是违反的，相当会使罚200万。鼓励越来越多这种以前可能是司机考所谓的导游也就是变成是司机兼导游，有导游的证照的话，那原则上就会是合法。对着马来西亚旅客指控，交通部已经开始咧追查，发现业者无伫咧合法的旅游业的名单，可能是违法的营业。因为面册已经关起来，已经请旅客提供相关资料，要来挽归求定。记者综合报道。人讲3月小马祖来看，这汤圆弄着4马呢是初时来展开9天8暝了境的活动，要对汤圆行到高雄。今仔日是来到鹿港，伫个鹿港的天后宫，这现场是安尼闹热滚滚。路边的信众徛几排，等要迎接妈祖的銮桥。汤圆龙德宫四妈祖为新历4月初10到11展开9天8暝徒步了境活动，拜离妈祖銮桥到鹿港，驻驾鹿港天后宫。现场济济随乡的信徒点头，也有来自马来西亚的民众专工来体验妈祖文化，现场闹热气场。你是哪里人？马来西亚。我其实来的时候就是这样想的，我就跟他说，我是不是可以到处看美景啊，然后体验这边的人情，感觉满满的爱心善意，心情欢喜。行落来我脚嘛，敢若愈行会愈轻，愈行会愈轻安尼。汤圆龙德宫四妈祖连续9年徒步了境到鹿港天后宫，今年了境路线头摆爬落南去到高雄。庙方表示，虽望今年出发的时阵拄着风面落大雨，但是信众拢真欢喜心对妈祖的行。今年有一个创举，我们继续会走到我们的高雄。每一年我们的到来都是非常非常的一个热忱的一个对待。一路上风雨真的蛮大的。那我看到我们每个信众精神饱满的，表示我们是妈祖都要庇佑大家。人讲3月迎妈祖，刷落来白沙屯妈祖进香加大甲妈了境进香，分别伫新历4月12、4月17起价。时到台湾的妈祖信用活动嘛，要一场接一场闹热起来。记者杨淑成综合报道。我会入去，所以咱继续甲时间交互糖啊。今仔日受到锋面影响，甲东北季风增强，北部甲东北部的天气小可变凉。台湾北部地区甲马祖会有阵雨，也是雷公雨，而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甲东北部地区会有短暂雨，也是雷公雨。
以上就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相会。